后来镜头所等的台湾，即摆真侪人饲猫饲狗，拢甲猫狗当作囡仔真亲好。也毋过毕竟是动物，也是有野性，性尴尬就尴尬。高雄有一个20外岁姑娘啊，目睭皮互伊所饲的猫啊咬着伤，另外一个中年的乡亲咬一个愈严重，差一点就痴迷。医师来提醒，若去互猫狗来咬着伤、夹着伤，就算小小的空喙，嘛一定爱处理，因为这个猫狗的骹咬甲喙齿细菌真多，细空的若无处理，大空的就艰苦咯。目睭圆滚滚，爱清气，好照顾。有真侪人介意伫咧生活当中饲一只猫仔来做伴，也毋过目睭皮顶头的小痕，若是搁偏一挂，就伤着目睭。高雄这名小姐去互厝内底饲的猫仔咬甲安尼。如果在家中啊，跟自己的宠物在玩的时候，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。它会不会突然间出爪啦、出掌，伤害到自己，都未可知。目睭皮互咬破皮，含结膜嘛受伤。另外一名嘛，互猫仔咬受伤的查甫人，险啊就青迷。提醒民众，你饲的宠物的喙齿还是骹咬，拢可能捌有细菌。任何的小空喙拢爱洗剂。它包它的指甲、手掌都带有很多的细菌啊。有时候在一些抵抗力不好的，包括年轻的小孩子啦，或者老年人，感染的风险也会增加。根据统计，全台湾饲狗啊、饲猫仔的数量，上近年咧下半年，就头一届超过15岁以下囡仔的数量。在2021年，饲的狗啊、和猫啊，就将近300万只。我妹妹抱猫玩啊，然后旁边狗就跑出来，然后猫就啄伤她的眼睛。医生嘛提醒，饲的狗啊、猫啊也是有野性，参民做伙也是爱小心。